台湾的出事率愈来愈低，已经连续57个月，死亡的人数是比出事较侪。事件费用、环境、教育等等，拢去影响生囝意愿。今仔日咱就来看会当带囡仔斗阵上班新型的工课场形态。好，去吧。这天是黄思倩上班的日子，甲伊上班的是伊伙伴的囝暖暖。黄思倩的工作单位是教会型的非营利组织，只要提前讨论，互工作单位会当规划人力，除了鼓励员工生囡仔请假，嘛会当互员工伫咧摇囡仔的阶段，会当有正职甲兼职之间的转换。因为生育不会是一个突然发生的事情，我都会可以事先预料到嘛，所以说他的工作的分配提前知道。然后也知道说，这些日期都可以蛮早的可以定下来，所以说工作量的安排等等都是可以预料得到的。所以除了生囝了后的摇囝假、饲囡仔留职停薪结束了后，黄思倩嘛会当为正职转做是兼职，一礼拜干那上3天，像是伫咧需要工作的日子内底，会当带暖暖斗阵上班。家里的人好像就有点惊讶，但不是负面的那种惊讶，就是哦，真的可以吗？是那样子的感觉。对，然后有时候在路上、捷运、电梯里面会有一些长辈会跟我闲聊，说啊你要去哪里啊？我说带他去上班，他们就很讶异说哦，我的老板竟然同意我可以带孩子来上班。但大家基本上对这件事情是保持正面的态度，这样。No， 他说 no。伫黄思倩做工课也是开会时阵，同事拢会拨时间甲注意力照顾暖暖。你看，是不是？是我之前的工作经验却完全没有同事可以带小孩来，但我觉得很有趣。我一开始觉得很有趣，就是我们可能没有生小孩的机会，但我们有机会参与一个小孩的一个成长历程。需要有一些的设计跟布局，但是这个不难呐，所以说这个事情做好后，我觉得就可以达到这件事情。其实不用几天，我们就会习惯的啦。所以说当软软跑过来烦我们说哦，其实这个可能就让我轻松个几分钟的时间，这也是蛮好的。那爱囡仔，那甲同事讨论工课，目前以兼职的方式复职的黄思倩，按算等暖暖去托儿所了后，就恢复全职的工课。伫暖暖伫咧困的时阵，原地办公室的人会暂时撤离，而且甲光线调较暗咧，恬静的空间，实现工课场斗摇囡仔的所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